大家好，歡迎收睇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嘅特輯。我係血液及血液腫瘤科專科醫生梁憲宣。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又叫做慢淋，咁佢係一種血液科嘅疾病，亦都係一般影響成年人，特別年紀大嘅病人啦。佢係一種B 細胞嘅淋巴腫瘤。淋巴細胞有好多種啦，有 B、T 同 NK。咁一般嘅慢性淋巴白血病咧都係 B 細胞嘅。咁由於佢嘅生長速度比較慢，所以佢一般嚟講咧都係屬於一個慢性疾病。咁佢影響骨髓同埋肝、脾臟同埋淋巴組織。咁佢因為影響骨髓嘅時候，佢就會影響正常嘅骨髓功能。咁變咗咧啲紅血球、白血球、血小板嘅數量會減少。咁隨住呢啲壞細胞入去血液嗰度咧，亦都會影響身體其他器官。數據顯示咧，喺西方社會患慢性淋巴白血病嘅患者個發病率係比東方人係高嘅。咁所以我哋喺香港咧就嗰個發病率係相對係偏低。咁但係咧就要小心咧，就嗰個長者嘅患病嘅機會係高嘅。咁一般嚟講咧，如果你屋企人父母係有患呢個病咧，下一代患慢性淋巴白血病嘅風險就會增加6至9倍。其實呢個病咧頭先講啦，就隨住年齡上升咧，就發病率亦都會增加。咁香港人患呢個慢性淋巴白血病嘅中位數咧，大約係64歲，其中90%嘅病人咧都喺55歲以後先至確診。咁男性亦都比女性患呢個病多2倍左右。慢性淋巴白血病有咩病徵呢？咁一般嚟講咧，大部分病人其實佢就冇咩病徵嘅。咁佢可能去驗身驗血咁發覺嗰啲白血球嘅數量上升啦，亦都個淋巴球嘅數量係增加嘅。咁如果有部分病人咧，如果病情比較嚴重啲咧，會有發燒啦、發冷啦、全身冇力同埋有即係貧血嘅現象，咁亦都會體重下降夜晚出夜汗腹部痛亦都可能發現頸胳肋底同埋髀罅嘅地方啲淋巴結脹大。咁嚴重嘅亦都有機會容易出血啦，因為啲血小板下降嘅時候咧，就會使到流牙血流鼻血同埋皮膚有即係容易瘀嘅現象。咁甚至個抵抗力下降，咁變咗容易有感染甚至肺炎咁我哋如果想評估個病人嗰個慢性淋巴白血病嘅嚴重性咧，我哋都有啲期數去分類嘅。喺文獻嗰度咧，我哋用 Ray 同埋 Bennett 兩個系統啊。一般嚟講咧，都係睇下嗰個淋巴細胞嘅增生嘅情況，係咪好嚴重啦？有冇影響使到個骨髓功能下降，例如引致貧血啦，白血球正常嘅白血球下降啦，同埋血小板嘅數量減少。咁如果有嘅話咧，個期數就會高啊。咁亦都係如果佢有肝臟脾臟嗰啲脹大淋巴脹大當然亦都係顯示嗰個病情係嚴重啲。咁我哋如果懷疑病人患咗慢性淋巴白血病，我哋都會做幾個檢查嘅。第一，我哋首先就咁普通驗血先啦，咁可以睇到血液入邊嗰啲各種細胞嘅數量啦，亦都會睇到嗰啲唔正常嘅淋巴細胞啦。咁亦都會我哋會評估下嗰啲係咪癌細胞呢？咁我會用啲流色嘅細胞術，咁可以辨認到呢啲唔正常嘅細胞就唔係一啲正常嘅淋巴細胞嘅。咁亦都我哋會睇下佢嘅肝腎功能啦，有冇受到影響啦。咁亦都係了解下病人有冇受到白血病淋巴擴散。一般病人我哋都會建議佢做過一個骨髓穿刺嘅檢查。咁一個骨髓穿刺咧，好多病人都比較擔心少少，但係其實都係一個好簡單嘅檢查，係局部麻醉喺盤骨嘅地方攞少少去化驗，類似好似掹牙咁上下嘅小手術啦，咁就可以好清楚咁睇到嗰個呢個白血病嗰個情況係點樣，睇到個骨髓嘅癌細胞數量啦，亦都可以睇到骨髓嘅功能有冇受到影響啦。咁我哋亦都會做掃描嘅，可以做電腦掃描啦，亦都可以做正電子掃描。咁睇清楚全身嗰個嘅淋巴結有冇脹大啦，個肝脾有冇受到影響。咁亦都係可以幫助我哋睇下有邊啲地方我哋需要攞啲組織去檢查，可以成粒淋巴結去切除啦，或者係用粗針嚟到抽啲癌細胞嚟到係做檢查嘅。咁變咗我哋可以更加
清楚咁分析病人嗰個情況。咁喺啲淋巴細胞嗰度咧，我哋都會做嗰啲基因測試嘅。咁基因測試亦都會使到我哋更加了解淋巴細胞嘅毒性啦。咁個白血病如果係毒性高嘅話咧，個惡化嘅機會就會比較大。如果係毒性低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話嗰個病可能會一段時間會比較靜，同埋係容易控制啲嘅。